顺汉的歌声配合高难度的火舞特技演出，也搁用大大的毛笔写着"火神祭"三个字。今年台南市文化局甲国际火舞团队即将成真火舞团，邀请世界优秀的火舞艺术家。10月24到26，将伫咧渔光岛举办头一届的火舞艺术节，更是亚洲第一摆举办的国际火舞艺术节。在台湾能有一个可以承载自由、爱与勇气的火舞艺术节，让热爱森林、热爱疗愈、热爱火舞的观众朋友们、艺术家们可以聚集到台南市渔光岛，在火里重生，岛上觉醒。火神祭 Fire Mosa。我们以台湾火焰台湾为名，让大家一起来这座岛上重生与觉醒。火舞团这当来全球巡演，联合戏剧、舞蹈甲视觉艺术伫火舞表演当中。这回更邀请京剧乐团米先生等6组人气乐团，伫咧3天的活动当中轮番开唱，要互渔光岛变作火光艺术岛。渔光岛靠近我们安平，靠近我们南区，很多这个漂亮的这个景色跟好吃的美食都在这边，所以你可以白天吃美食，接下来傍晚的时候记得来到渔光岛，看看我们美丽的火舞。串联音乐、表演、装置甲市集等跨界创作，要互观众伫台湾嘛会当欣赏到甲国际艺术节同款的艺术盛宴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